一下俺能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的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能念哦。长照补助，长照补助，长照补助，专线，专线，专线，符合资格，符合资格，符合资格。辅具，好，这个辅具呢，南部跟北部有不一样的说法。辅器，辅器是南部的说法，北部呢，辅器，辅器。好，第五个呢，轮椅，轮椅，轮椅。第六个，助行器，出行器，出行器。阿爸，好。买想买出行器，这谈讲政府有补助没？错啊，做得打1966，也是长照专线。做乜个要打电话呢？做唔得同係聽數沒？也是專門嘅電話，但是我有專門嘅人同服務。安尼，都做得申請補助嘅沒？專人會根據嘅情況提供補助。有樣啊冇樣啊？係安尼都改變你哦。係講生活度有乜嘅問題，也係唔方便嘅地方，都做得打電話來，唔是壞事哦。看係以上嘅樣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幾句常用嘅對話。首先，也係專門嘅電話，這是專門的電話。這是也係專門的電話，天發，這個天發一定要學起來。我們生活中在公務部門呢，常常會用到這個詞彙。好，那整句呢，這是專門的電話，也係專門嘅天發，也係專門嘅天發。下一句，打去就會有專門嘅人同服務，打去就會有專人替您服務。打去，這時候的打去指的是電話打過去，打去就會有專門的人呢，專門嘅人替您服務呢，同服務。好，整句來試試看哦，這句有點難哦。打去就會有專門嘅人同服務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整句咯，請你跟着我念哦。打去就會有專門嘅人同服務。好，注明記，專人會根據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專人會根據您的情況提供補助。專人會根據您的情況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好，整句咯。專人會根據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再次哦，專人會根據嘅情況提供補助。好，以上呢是我們這個單元的常用句型的練習，記得多聽多練習。